邪见邪见有两种，我有因果之见，常断见；我有因果之见，认为修善法无有功德，造恶业无有罪果，称为无因果之见。常断见是指外道的戒见。总的来说，可分为360种邪见或62种邪见等，如以藏论中有详述。常见和断见两种。常见即认为神我常有，或者人为事件的作者是大自在天或骗入天等见解。断见即外道人为，一切诸法是自然而生，自性生，不承认有前后世业力因果以解脱等见解。如黑子在书云：犹如日出水下流，斗远精进成也而令，却宁愿诸苦乐，谁于未早自省生。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只是外道的这不是从他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不是谁什么领上来的，迎上来的河水向下流淌，这也不是谁引下去的。所有的豌豆都是圆形，这也不是谁传承的。一切经济只有常有间，非常锋利，这也不是谁削尖的。孔雀的羽毛五彩斑斓，绚丽多彩，这也不是谁绘制的，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本性就是如此。同样，世间的各种苦乐善恶自然显现，但是因本性即是那样，仅是如此，因此他们以为往昔的业力前后世等并不存在。如果认为他们的论点是真实的，并且随之而行，或者随为深信，但认为佛的经讲、上师的教言、智者的论点等都不是真实的，这样产生怀疑或者进行诽谤，这都是邪见。10种不善业中，杀生和邪见这两者是罪业极大。如云：杀生之上无他罪，是不善中邪见重。除了地狱众生以外，没有谁不畏惧死亡，也没有比自己的生命更珍爱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就是邪见。那么邪见呢，就是本来就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罪是非常重的，所以呢就是邪见的部分。那这个前面讲的这些可能不需要特别多解释。然后邪见后面呢，就是讲到现在就是杀生的部分，因为杀生跟邪见这两个呢，就是在10不善中呢，就是最严重的。所以就杀生的话，因为当然所有的众生，6道中的所有的众生，除了地狱的众生以外呢，其他的众生都是害怕死亡，而且不希望死亡。
因此呢，我们就是说杀生的时候都是断除他的生命，所以就是罪过是非常重的。因此杀生的罪业特别大，杀害一个众生需要偿还500次生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人杀死了另外一个众生的话，我们必须得要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要偿还他500次的生命。此外，念住经中说，杀害一个众生需要在地狱中住一个终结，尤其是终结是一个时间就是那个一个怎么说呢阿僧期间，大阿僧期间的中间就是有终结嘛，贤劫跟然后黑暗劫的中间就是有终结嘛，就这个时间。龙树卡了，终结，尤其是以做三宝所以等善法为借口，借口杀生等业，这业特别严重。帕当巴尊者说，一恶建造三宝像，将被后世风吹走。同样，有人自以为把丧死僧众们引进到家中，以所杀众生的小人供养血肉供养他们是修善法，而实际上这种做法必将使一切施主福田的香绪都染上杀生的罪业，施主供养食物成了不清净的供养，对福田来说成了邪命。这种罪业大大的超过了所做的善业。除了杀死众生后立即能使杀生后能使他们立即复活以外，相续没有不被杀生罪业的污染的。那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跟杀生有关系的，像比如说我们就想有盖寺庙、佛塔、佛像，都是有非常大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为了这些，如果是有做杀生的话，应该就不会有很大的罪过，会有这种想法。很多地方应该也是为了要寺庙的建设，那么也是有一些产生一些那个杀生的这种罪过的部分。那么这些都是实际上来说呢，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尤其是以这样的借口，然后就是产生杀生的情况下，更是严重的。所以像过去那个文革后开始在藏区恢复宗教自由的时候，那么就像我们左清寺来说吧，那个时候的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救济，很多的房子的救济，经堂也好，大小经堂、僧房全部都没有，都是救济，全部都要重新恢复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那个时候老上师他们都说，那现在呢就是在到处地方去怎么说呢募款，这样的情况下，那恢复也是非常辛苦。而且呢最主要呢就是现在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年轻的出家人，他们说现在呢最主要呢就是你要给你们的教育是最重要的，然后慢慢以后呢就是有一天呢就是不需要以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那个那么辛苦的一个时间，就是在那个时候弄建设是最好的。当然在藏区的话，很多地方有些寺庙
也是去的时候呢，就是牧区跟藏区有牧区跟龙区，牧区跟龙区两个来说的比较富有的地方是牧区，然后去牧区上什么弘法，然后就募款的话，那也会捐很多的马跟牛羊那些。那马跟牛羊那些呢，就是在寺庙如果是卖出去的话，那也是会变成杀生的。所以老上师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去过几次募款，也去过有些地方，但是呢，他们的条件，第一个不管是到了哪里不收马牛羊的牲口的那种供养，那只要是有一些就是羊毛、树油，然后就是钱，就这几个，其他的都不收。那这是对于这些牧区的人们来说的话，这就是并不是特别方便的，因为牧区的人们手中呢也并不是经常有钱，那么他们经常可以最方便可以动用的就是什么牛跟马那些牲口，因为呢就是看到了一个上司或者一个寺庙来的，那他们就是非常重视，所以呢他们一定会供养一头牛或者一匹马，那些大的话一匹马，或者是再大的话就很多头牛都有，但最起码一头小牛或者是几只羊，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那些呢就是收回来的话，寺庙呢为了要改寺庙来募款的话，那些马跟牛也不会改寺庙的，那必须得要把这些都变成钱才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很多人都是说，我也发现过，有一些人就是也是问老上师他们，就是说你们这么的辛苦的去，然后就是在我们寺庙要建设那些是非常重要、非常需要钱，所以就为什么不收那些牛跟马？然后其他的一些寺庙就是有收一些牛跟马什么的那些供养的话，那么就是怎么说呢？有得到比较多的供养。那老上师就笑着回答他们说，那我是害怕死亡，因为我是要死啊。死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罪业都是自己要背啊，所以这些都是变成杀生的因，所以我怎么可能会收呢？所以就卓清寺的上师们去哪里都是不接受这些的供养，去青海都是牧区嘛，我们主要的去的地方是那个时候是主要是去的地方是青海，那么青海牧区的话，牧区比较富有一点，然后他们反正就是在藏族人都是信仰是很虔诚的，而且到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上师的，他们也是很希望供养，但是希望供养的他们自己是最方便的、最能够可以动的就是那些牲口，并不是金钱那些他们也没有很多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心里就是很不满意，供得住，他们自己心里就很不满意。这么殊胜的上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家的门口，所以我们只能是供养了那么一点点。他们如果是那个上师们接收那个牛跟羊那些的供养的，他们就可以供养多一些、大一些。所以就这种方面就是有这些的矛盾。但是上师们就是坚持的就不收这些牲口的供养，所以就我们就是要改那个三宝主义也好这些。那就像刚刚说的一样，我们就前面比如说，在那个怎么说呢？虽然我们是做的是好事，像比如说我们要盖佛堂、盖佛塔，那么我们就是在做一些怎么说呢？做那个农产品的生意，像比如说卖那个鱼啊、虾啊，或者是那些，那么用这些来做生意，赚的钱来做盖佛塔什么的话，那也不是如法，不如法以外。我们改佛塔的功德肯定是不见了，因为就是造业的更大了，所以就是改佛塔的功德就不见了。那当然又从这个还过来，有一些人说，那他要开餐厅，但是餐厅的话就是要赚回来的钱里面就是供养一些部分，好不好？他们这样问的说，那我们只能说很好，因为什么呢？他开餐厅，
然后就是在一个餐厅里面杀生的部分是，那肯定是变成他自己的罪过。那你开餐厅做生意做得好的人，那肯定就只有你的所有的利益就是这一世当中赚来的钱，你对你这一生当中有多少帮助就多少帮助，接下来的话就你也不考虑什么，没有办法考虑什么。尤其是在城市里面，就是卖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海鲜的那些，那就是一天多少的生命，这些都根本就是算都算不下来的。但是好不容易他从这个里面能供养一点点的话，也是，当然这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对他来说呢，就这个的善的这个果报也是不会消失的，以后的话就总有一天他也是会有一个接上佛法的一个因缘是会产生的，所以我们只能也是说那很好，你非常好，只能是这样说，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从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可以学得到，那相当就是一个餐厅的主人跟餐厅里面所产生的杀生都有没有关系。所以我想这个我们的师兄里面的应该没有做餐厅的吧，对不对嘛？以后的话可能就最好不需要做的话就最好不要做，因为我们作为修行人，我们接触的佛法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要解脱。所以呢，就生存有很多的方法嘛，所以很多方法当中呢，就选择比较不造业的这个生存方法是最重要的。然后杀生的部分是这样，就是杀生是如果是有些过去的一些大神通者他们的那些杀生的方式来说的，就他杀生了以后就立即可以把他那个让他那个复活起来的那些，那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杀生的罪有。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在杀生，但是实际上他不是在杀生，所以只是这种人以外，那其他都是主要是做了杀生的话，都是必须得要背杀生的业上什么这样做也有一定危害他们的寿命，他们自己的寿命和事业。因此除非能将所杀众生的神识超度到极乐世界，否则必须竭力断除杀生之恶业。期许在相续中升起一刹那的邪见，也将失毁一切戒律，不能列入佛教徒的群体中，也不算是闲暇的人生了。相续如彼邪见染无，从此以后即使是行善也不能趋入解脱圣道，造罪也没有忏悔的对境。所以忏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一刹那之中对上师、对禅僧、对金刚师兄、对佛法产生邪见的问题，有的时候会产生的很难做到一刹那之中不产生这种邪见的。但是呢，就立刻忏悔。时间长了，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有些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现实的佛教群体里面，那么自己觉得好像就是对上师、对金刚师兄有不满意的心，然后呢就诽谤了上师，诽谤了金刚师兄，然后就从一个群里面从一个团体里面跑到另一个团体里面，不断的就是诽谤之前的那个团体的那种人，那就非常麻烦的。他造业也没有忏悔的对境，只能是非常严重。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里面有不能误会的一件事情。那有些人今天在这里，明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后天在另一个地方，就他正常的就这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没有去诽谤谁，没有去不满意谁，
然后就没有去造这些业的时候呢，那他自己去哪里做什么，这个没有关系的，这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他在任何地方，好好的在修持佛法就可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十不善业的，接下来就是十不善业的果报，这个方面是我们在下礼拜六继续讲。下礼拜六是什么时候？9月12。9月12，荣谦你要法会。9月12有法会，我们就下礼拜六没有办法讲，就下礼拜六是几号呢？9月19。19号。下礼拜是9月19。19可以。19。今天几号啊？7月5号。9月5号。好。那我们今天讲课跟听课的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高深大德上师善知识们长久住持，法轮常转，愿一切众生早日从六道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所能的呀，当解这个念多尼不长那光学进学个那些个龙主个，四本错论着干着啊修，两把高位接得然前把当更的当不这样这样，得到更觉的是到如今别完得到堂觉了的。好，等一下啊！等一下那个，对，等一下我们那个，要开会是不是？是。这个中间做一个讨论嘛，是不是？是。然后就好，等一下我们要开会的是主要是，做那个9月27号有文物百尊的讲座。这个方面的开会，9月27号的文物百尊呢，主要是我们这一次的位置是只有100多个人的位置，所以就位置并不多，所以大家可能要，我们自己的弟子们，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弟子们先报名，比较好。宣传没有出去之前，宣传也是这2天会发布嘛，那个之前，当然就是一个法会。我们的一个法会上会出现的人可能是不止100个人，每次都，但是，每次都出现的人基本上都是，长期来参加的，长期就是跟我们学习的人，都是很好，但也有一些，刚是去法会的那种，或者是听就是有这种的。那我希望这次呢，因为虽然位置有那么少的话。我希望都是来的都是比较，怎么说呢？长期的我们自己的老的弟子，这是我的希望，所以大家就这样安排啊。好，因为这次文物百尊法跟文物百尊的坛证，我们做了一些的介绍，但是呢，真正的在修持文物百尊的方面呢。目前是没有传过，这次呢第一次普传文物百尊的观修方面的法，还有呢就是讲解文物百尊的修持方法是这次是第一次。我除了弘法到现在呢，就是从来没有讲过的。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建立了文物本身的坛城，然后从这个法的储备到现在已经是很长时间，已经是接近20年的时间。因为一开始为什么要改文物本身坛城，这也是老上师我的根本上师主管仁波切的怎么说呢指点，然后他叫我做这个佛心事业。那现在呢，我们坛城已经圆满了，然后现在呢就是已经开始到了真正的弘扬文物本身法的时候，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27号是非常重要第一次，缘起非常好，谢谢大家。谢谢仁波切。各位听众师父，请起立，我恭送你们见。自本作累。